多謝大家使用西門子嘅洗碗機，依家就同大家介紹返西門子嘅桌面式洗碗機點樣使用同埋一啲注意事項嘅。左手邊第一粒掣就係主開關，而中間圓形嗰粒掣就係一個洗程選擇旋鈕，而最右手邊顯示屏下面嘅就係一啲特別嘅附加功能。顯示屏右手邊會有3個圖案，第一個就係來水喉管嘅指示燈，中間嗰個就係軟化鹽嘅添加指示燈，最尾嗰個就係助乾劑嘅添加指示燈。呢部洗碗機所採用嘅係中式餐具籃，而當中亦都附加一個直身刀叉籃。最左手邊嘅大家會見到一個酒杯腳架，可以清洗一啲高腳嘅酒杯。打開洗碗機之後，正前方嘅位置會見到一個洗碗劑添加槽，而隔離嘅就係一個助乾劑嘅添加槽。洗碗機嘅用法非常簡單，首先我哋將啲大型嘅食物殘渣拎走去，然之後將啲碗碟安放喺個洗碗籃裡面，加入專用嘅洗碗碟機清潔用品之後，選擇洗程，然之後撳 Start 就 OK 㗎喇。以下落嚟就同大家介紹返每一個洗碗程序嘅用法。節能清洗50度嘅洗程係最慳水慳電嘅洗程，非常之適合日常使用㗎。趕住用啲碗碟嘅時候，可以用呢個1小時快洗65度，1個鐘頭嘅時間就可以幫你清洗到成機嘅碗碟，而且仲連埋烘乾添。超快洗45度適合一啲輕度污漬嘅碗碟，43分鐘就洗完㗎啦。但係呢，唔連烘乾嘅，用之前要留意一點啦。遇到一啲特別頑固嘅污漬，可以先用呢個預洗程序，15分鐘嘅清水去軟化咗啲污漬先。自動感應清洗會自動偵測碗碟嘅污漬程度，用最合適嘅水溫同埋時間去清洗，都非常之適合日常使用㗎。當你遇到一啲頑固難洗嘅污漬，用主洗溫度高達70度嘅特強去污洗程呢，就最適合啦。以下落嚟就為大家介紹一啲特別功能，可以添加喺你所選嘅洗程上面嘅。預設啟動時間係指用家可以設定幾時先開始你嘅洗碗程序，最長可以設定24小時之後先開始。快速洗滌可以縮短洗碗程序嘅時間，適用於指定嘅洗程。加倍烘乾會延長烘乾嘅時間，令烘乾嘅效果更加好。定期使用護理用品可以令到洗碗機更加襟用。唔同嘅護理用品有唔同嘅功效，用家可以根據唔同嘅情況使用唔同嘅護理產品。如果要用清潔劑嘅話，首先確保清空洗碗機，確保排水泵係冇殘留物嘅，確保冇殘留嘅洗碗粉，然之後將一包嘅清潔劑放喺洗碗粉格裡面，選擇特強去污洗程，撳 Start 掣就得㗎啦。依家就同大家介紹點樣去進入設定模式。開着咗部機之後，撳住個 Start 掣唔好放手，轉動個程序旋鈕，直到顯示你想選擇嘅項目，然之後放手，再轉動個程序旋鈕就可以調節個數值。要儲存你嘅設定，撳一下 Start 掣就得㗎啦。注意事項方面，請定期檢查有冇殘留物阻塞過濾器。請使用洗碗機嘅專用清潔用品。請確保碗碟之間嘅擺放係留有空間嘅。最後，請定期使用洗碗機嘅護理用品。